我这次来，是想讓皇上賜婚，把嫣然許配給嚴琛王爺。哥哥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嫣然自小與琪兒親近，你不怕她不答應嗎？我這次進宮，正是嫣然讓我來的。嫣然真的答應嫁給辰兒了嗎？正是。自己的兒子之間做選擇嗎？娘娘息怒，我這也是未雨綢繆。畢竟皇位只有一個，立誰為太子，這是皇後娘娘必須要做的選擇。與其到時候慌亂不堪，不如早做選擇呀。哎，我說你能不能坐會兒啊？偃月，臣妾做不到。看你那德行，既然誇下海口，要把有情人整成眷屬了，那你就做到啊！記住了啊，什麼時候都要學會處變不驚。哎呦，秦柔，王爺來了，何事如此慌張啊？還不是因為野號那事兒嗎？上次，你不是說有解決之道嗎？解決什麼呀？哎，就往人家門口放一個紙飛機，那消息人家看不看得到還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天天就知道損我，不損我能死啊？我鄭重其事地告訴你，會，一定會的。你這紙飛機又是何物啊？罷了，本王倒有一計，可以一試。什麼辦法？不知本王說了可有好處啊？我說謝延琪，我渾身上下全是優點，就那麼一點點的毛病你就學到了？拜託，你就告訴我吧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讓父皇母後相信他二人兩情相悅，才能讓父皇下旨賜婚。下旨賜婚？对啊，皇上金口一開，任誰都不能反駁。我知道我該怎麼辦了。你又有什麼歪點子？唉，我嘛，只是想去找一個人幫忙。誰啊？當然是我們最可愛的小四啦。小四？哎，帥哥，一個人啊？我正覺得無聊，正好你來了，來，陪我喝兩杯。喝酒嘛，好說。不過呢，本姑娘是來找你幫忙的。哦？你要是答應我呢，我就陪你一醉方休；你要是不答應我，不行，你必須答應我。幫忙還必須？那我得聽聽你這事兒有意思沒意思了。廢話，沒意思我能來找你啊？說來聽聽。我希望你能讓皇上幫忙賜個婚。賜婚？父皇不是已經給你和三哥賜婚了嗎？不是我，是尹浩和杜嫣然。虧你想得出來啊！怎麼着，你就這麼怕杜嫣然把三哥搶走，這麼着急把她嫁出去？
你胡說什麼呢？他們两个是两情相悦，好吗？而且啊，我浩哥都为了这事儿急出病来了。先说棒不棒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万花会的时候，我看他们俩眉来眼去的。没想到我嫣然表姐还挺有趣呀，明明说非我三哥不嫁，没想到居然和尹浩。知道什么叫做缘妙不可言吗？小四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不帮。哎呀，小四，你就帮帮他们吧。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，這個世界將變成美好的明天。哼，這件事兒我可不想插手。為什麼呀？因為我一向不插手哥哥們之間的事兒啊。我呀，只想做這花間一壺酒。不對，你情緒不對啊，小四，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兒？哎呀，別喝了，有什麼事兒你就告訴我嘛。就咱倆這關係，我就跟你平了。這事兒，你可平不了。什麼事兒啊？晴柔，你說尹浩和杜嫣然真的是兩情相悅？那當然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和你做一回月下老人。說吧，讓我怎麼幫？太讚了，夠哥們兒。其實啊，特別簡單，就是想讓你去勸服一個人，然後演一場戲。